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5，箴言19章16節安尼講：遵守誡命會保全家己的性命，無抵伊上主的路，會直到死亡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遵守誡命，通保全性命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至聖、至義、信實永無改變的上帝。你滿有智慧甲權能，你的話安定佇天，你的旨意順轉美善。主啊！天地攏要敬拜你，萬物攏要講起你的榮耀，對永遠到永遠，你是上帝，你是生命的源頭，也是施恩的主。我要尊重、稱頌你的性命，主啊！願常常將你的命令當作是通自由選擇的根基，願只願意遵守家己所喜愛的部分，確實逃避真理的假釋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明白，你的誡命不是沉重的捆綁，乃是主愛的保護。因為你所定着的界限，乃是要阻擋阮行往罪惡甲滅亡的道路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